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界，我是阿平张伟明。咱看到今日咯，这个新增加这个境外移入来到8例啦吼。除了咱看到菲律宾、有印尼，另外咱讲这个英国都要特别来注意啊吼。咱看到讲吼，过去英国有出现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啦吼，所以针对着这个英国的这个航班吼，咱国际航空家嘛做一寡这个应变吼。即阵是采取着这个包机的这个方式，127个人吼来看到吼，有机组人员甲这个旅客吼，拢总是127个人，买手咱看到有3个人来确诊啊吼。咱昨嘛看到讲吼，可能有这个发烧的人啊，还是讲2例无症头这个病例吼，特别爱来关心吼。另外咱看到讲全球疫情拖甲遮尔久啊啦吼，已经差不多要1档啊，即阵全球确诊，咱嘛看到讲吼，已经来到超过8000多万啊吼，这个数字真正是惊人啦吼。另外死亡人数已经来到176多万人来死亡吼。专家嘛咧评估讲，哇，咱讲啊，这个 Christmas 过了吼，可能是假期买手的庆关啊，这个规个这个疫情啦吼。虽然讲吼，因为这个过节这个人丁的这个流动，正是病毒传播上好的这个时阵，必须要有真好的这个反应。另外咧，特别来注意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英国这个病毒，主要这个变异的这个部分，咱讲哦，传什么人？传囡仔可能较严重，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哦，这个病毒。新的这个镜头上，咱过去讲啊，食无啦、鼻无啦，即阵是鼻着啥？进前可能会出现着一寡哇，鼻起来有这个臭臭味啦，是讲鼻着这个硫磺这个味吼。到底这个病毒拖到即阵吼，伊的病毒这个变异性，佫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款的影响？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咱节目顶咱的来宾，第一位要邀请护理师谭敦祖。你好，大家好。第二位要请咱的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讲到这个8例啦吼，新增加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到这个3例是这个包机转来这个部分，先听陈时中部长安怎讲？我们今天公布有8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哈。那分别是英国、菲律宾及印尼。好，那分作2段来看哈，有787到791，是5个案例，是我们在例行性这样的一个检测跟通报里面所发现的。那792到794是我们这个专机昨天回来这127人这检疫全部完毕，那总共验出有3名是阳性。好，在这3名里面包含了大家所关心的就是有发烧的这一位从英国回来，那其余2位是没有症状的。那本来大家另外关心其他4位有症状的那目前验起来那4位有症状的是阴性，所以这127个里面就是1位是发烧是阳性，那2位是无症状被验出来，目前都在集中检疫所。针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其实针对着这个航空公司采取着，即阵是中型航空公司甲这个华航的小轮替啦即阵第一班入境的，咱看到是这个华航的这班机啦12月27下晡时啦来到台湾有13名这个机组人员，90名台湾人其中有7名中国人其他这个国籍的这个乘客啦有差不多23名，拢总127人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啦讲入境台湾的时阵，你都要检附咱讲采阴性的这个报告第一摆这个采检但是有当时镜头就出现可能咧验的时阵36.5度啦36.6度啦这个病毒的采检是讲这个磅体温的时阵，其实就有一寡这个各样无法度完全真精准来去甲预测啦但是买手咱看今仔日是3例啦咱讲护理师你安怎看咧？其实我感觉这已经是比例足小啦你看伊一个是发烧的，2个是无症状的。其实我感觉咱的这个把关做了真好这3日来的这个采阴的，这是一定要家己准备的这个报告伊踮遐这个报告采的时阵是阴性的，但是咱无完全的。看正，到台湾的时阵，咱佫有一个采检，所以我感觉是一个真完全的这个保护。是，咱看过去，咱讲武汉包机转来迄阵，叫做类包机啦。咱即阵派出这个国际航空，这个陈时中讲这毋是类包机，但是嘛是一种这个国际航空包机的这个形式啦就是要保全讲这个病毒入来，咱甲围堵起来啦另外，咱看到讲有特殊的这个通道来去候机室啦过去若是有镜头的现场来采检分组2倍出炉，就是今仔日
吼，咱讲有3例啦吼。啊，好，你加在这个3例，其实咱拢伫遐动起来吼，无像讲吼过去咱伫遐可能哦有一寡这个各样的人吼，各互伊爬起来，也是讲哦围堵吼伫遐有出问题啦吼啊。集中检疫14天了后，佮再采检一届，这是第3摆这个采检吼。所以遮尔济这个采检，就是吼要甲这个吼境外这个移入吼当甲上济吼。继续，咱佮先请教这个研究员吼，咱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吼，小可甲咱讲者，咱头拄有讲到，囡仔人较高调是安怎咧？哦，咱即马我即马有找一个资料，互恁看一下吼，就是讲吼，其实来讲吼，这个病毒因为是叫所谓的 RNA。病毒啦，RNA 病毒目前来看，知影是讲伊的突变率吼足悬的啦，就是伊变化足悬的。啊，其实这嘛是常常看的，像咱以前的流感病毒也是共款啦。伊就每年大家拢咧变，毋知拢古早拢咧讲啊，每年什么 H1N1、H1N3、N3吼，安尼等等开始，迄就是因为伊的一寡伊的病毒内底的蛋白质内底会变异啦。伊的变异内底讲吼，所以咱即摆来看咱的。冠状病毒这边吼，其实伊的变异，其实咱拢袂感觉就讲这是真正常的代志。OK， 啊，咱即摆来看吼，先看这内底伊就讲吼，头一波就叫 D614G 啦，这是2月型的欧洲的印突变啦。第2个开始吼，就是讲朝咧西班牙在下7、8月迄阵时，某个咧突变。过来就是8月到9月是有一个奈及利亚。啊，过来即马咱即马伫咧讲的就是英国。英国即马就是在咧12月1号发现的啦。啊，伊发现即马经过用核酸咱来分析吼，知影其实讲，那英国你来看吼，伊基本上有17个变异啊。咱那个蛋白质内底有变异，啊内底有17个内底有4个吼，是咧所谓的甲咱人体接受体结合位迄个所在吼。是结合甲有关系的所在啦。啊，即摆看开始吼，伊即摆因为突变改变了，甲接受体的结合吼，伊的所谓的亲和力变高，就是讲咱普通时可能会一个对一个，咱就有一个结合的力量。但是伊即摆可能一个对0.5个的接受体，啊，就使结合啊。啊，咱若照安尼来看吼，因为普通时咱即摆囡仔，咱进前的病毒吼。当囡仔拢无啥可能会感染，因为迄原因是安怎？是因的接受体内的数量，甲咱成人来讲较少。所以呢，病毒啦要感染，要拄到迄个接受体，伊少嘛，啊机会较少，所以较无容易感染，啊去产生病。即马但是伊若亲和力悬了，就是你即使你的接受体人较少，你嘛有法度克服这个问题，所以病毒也是有法度甲你感染，啊去。感染了后就开始有病症。我看吼，即摆问题应该是安尼出咧遮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是咱讲病毒变异性的这个部分吼。咱即马搁带观众朋友来讲啦吼，就是讲咱自英国发现这个病毒株的这个变异性。啊，其实咱嘛讲吼，针对着遮尔危险的这个地区，咱做出一寡这个应用啦吼。来看这个昨的这个画面吼，大家吼真正是全副吼武装啦吼，就是要甲这个境外这个移入的这个部分拢甲挡好掉啦吼。先做来看。穿防护衫、戴护目镜，伫机场采检煞了，自房间行在拢有检疫人员陪伊。因为伊落飞机了，体温超过39度，所以行过所在需要清洁人员伫咧后壁消毒。这位大部人也是坐救护车直接送病院。另外，还有4位旅客伫咧过去14天内有症状，也伫机场采检煞了，甲其他109位旅客，10个人一组，行独立动线，坐专车，伫昨晚10点半到伫北部的3间集中检疫所做14天的隔离。伫其中一间检疫所指挥的医护会执行长王必成讲，一寡旅客虽然行程真忝，不过真侪人当面甲伊讲，会当转来真好。来到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因为大家经过长途跋涉，而且有的携家带眷，然后带着这个很沉重的行李，不过应该是很累了哈。那但是回来以后，这个就感觉到好像回家一样嘛。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流露了。那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相对真的是比较安全的。休困一暗了，住伫咧集中检疫所的113个人，有1个人传出脑痛的症状。进来的时候就直接就做完采检才去房间了哈。那采检完进去房间以后，目前大家休息都还算正常。那今天早上回报
没有乌来所有一位好像有点喉咙痛了哈，不过症状不是很严重哈。那其他的地方回报是都正常。王必成讲，因为昨已经全部拢采检煞，所以这位脑疼老家无送病，是可以药化，就等今仔日采检结果出来。因若机顶的13位机组员因为拢无症状，也依照规定去防疫旅馆做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先来个小解咱第3位来宾，咱要来邀请台北医学大学这个附属病院胸腔内科主任周百谦。大家好，我是周百谦。是啦咱要来个请教这个主任其实咱看到这个英国转来到台湾的这个真正是高规格啦咱讲华航佫甲因准备一个空间因集中来作业啦这个价金嘛价真济啦桃园机场嘛一个检疫这个专区集中管理组织的英国转来到台湾的这个旅客啦咱头拄嘛讲到，一个人发烧，2个人是无症头的这个部分14天的这个隔离咱嘛讲13位这个机组人员嘛需要下个检疫14天原本就需要咱讲3至5天的这个部分咱讲这个主任即阵看起来咱讲比起过去咱讲3月当阵武汉要包机的这个，应该真有经验你甲拍几分呢？即摆主要问题就是讲，若讲有病毒伫迄空气中、甲飞沫中的时阵，因穿的衫惊保护力无够。无够。因为其实像咱医护人员若讲人员即个部分，若讲会接触阳性病例拢是穿全套的隔离衣嘛。但即摆问题就是讲，像因即届迄旅客跟机组员拢穿一个较简单的衫，甲戴一般的外科口罩。但是即届若讲撤侨是为着英国一个变种病毒。这个病毒的传染力这么高，而且我们就预期有一寡病人也是来台湾之后确诊阳性。所以这个时阵就不能去面顶拢是危险。所以若讲这机组员简单用一个外科口罩。简单穿一个隔离，迄拢无啥搞，应该是全套隔离衣。因为若讲这叫做高规格，表示咱本来就知影是一个高风险。高风险其实要像武汉这个样子，全程隔离衣，全程独立通道，全程的消毒。这消毒你看伫飞机场遐个清洁人员大家拢真惊。这几世人可能第一摆安尼甲病毒安尼近距离接触，所以其实不应该在一个高规格的情况下，在一些小细节缅甸去破功。所以刚刚讲会使做的较好，因为讲过来有个4000个英国学生要转来，若讲每个拢有一个阳性，伫不能去缅甸互派遣的时阵。若讲拢穿的迄隔离无啥够，大家拢有危险。所以你刚刚讲会使做个较好，上好是像武汉安尼啦，专区专门通道、专人消毒，咱才会安全。所以这个部分佫有一寡改进的这个空间伫咱讲因为这个病毒咱讲这个变异性差不多有7成、6至7成这样悬的这个传染性啦。头拄咱嘛讲到囡仔这个可能是 ACE2 这部分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病毒较侵入这个囡仔，所以代表伊传染力佫较悬啦所以咱讲这个高规格检疫这个部分嘛爱用伫买手这4000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咱这个部分就是讲航空公司有一寡这个浪胖，就是咱看到这个本土案例这个部分咱讲过去771例甲这765例这个基数的关系嘛地数就讲一寡过去咱讲检疫3至5天的这部分，即阵已经变到7天啊这个部分这个咱佫先请教这个护理师啦安尼有严格啊无？因为即届是这个纽西兰这个机师伊是。完全无咧守规矩啦，伫顶飞机上一直咧咳嗽啊，伊也是照常安尼做所以较有较严格。但是这较严格的时阵就是原来爱家己这个空服人员一定爱去配合啦。你一定爱先管理好家己。你莫想讲我绝对袂你绝对袂，可是你也一届破功了，这个真惨嘛。真惨嘛所以咱先来看讲因为这个中英航空公司。纽西兰这然后讲这个765例啦因这机组人员违反着这个防疫这规定这个时阵咱看到疫情指挥中心顶礼拜遐查啦甲民航局遐讲3天5天7天到底要延长不来啦尾手真正该做是7天有人嘛认为讲这7天有影这个少啦比起这个14天，但是因其实爱有一个加强的这个咱讲徛个检疫这个部分若是机组人员入境需要休困几天，还是讲你佫爱佫一届来。
有勤务啦吼，袂当入去到社区吼，无你就唔免强制来检疫7天。但是吼，嘛是这个徛起检疫吼，袂当入去社区啦吼，所以有较严格啦吼。但是有的防疫冷旁也是有啦吼。这个咱研究员安怎看咧？哦，其实咱来讲吼，像即马咱即马无症状的病例吼，真侪吼，其实除啊之前有一寡案例咯，其实拢超过21天嘛，是，才发现的嘛。其实我来看吼，伊这居家检疫这部分吼，其实因为我也是希望讲这居家检疫的时间吼，会使卖会搁长咧，较长咧。搁较长咧啦吼。因为这但是航空公司讲无爱安尼，伊生意无通做啊。啊，是无法度啊，咱这即马啦，咱的国人健康吼，啊甲一寡防疫吼，其实咱是算上最高规格的标准来看啦。是。啊，尤其即马病毒吼，啊即马来突变遮严重。也唔知影是咱讲这病毒到底伊会突变了后，伊会潜伏期甲咱人体内底会偌久未？是也唔知影。所以咱来想讲，进前的无症状的，甲21天拢有通看到吼。所以我是希望讲，像居家管理这部分，伊个加强啦。爱搁较加强吼，所以咱看到这个加强版到底伊内容是啥物啦吼？咱看到吼，本地入去社区吼，爱徛起检疫7天，啊，你还搁有采检阴性的这个部分啊，真正较安全啊，无你。一个人去吼，3至5天，搁放去社区。虽然因讲你有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啊，但是若无一个这个报告，大家吼袂心安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吼，逐工嘛是爱磅体温啦吼，啊袂当吼坐一寡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工具啦吼，啊嘛袂使讲吼，你要搁去吼食喜酒啦，要搁去bar啦吼，夜店啦吼，百货商场啦，夜车等等，真正这个人定的这个流动拢是伫遮啦吼。所以咱讲外出你都要强制吼，挂喙炎啦，这是上基本的哈，公共卫生的这个部分。另外吼，你就是去倒位啊，还是讲吼，甲接触的人数啦吼，你都要徛名啦吼。另外，若是讲你要搁派较长途的吼，啊徛起检疫这个日期，你都还是用心来按算哈，就是讲东班往返的这个吼航班吼，咱讲会当去安尼去个运用啦吼。但是你要进入社区，就是爱采检吼。其实就主任吼过去嘛咧讲到咱这个采检的这个部分吼，因为采检安尼较合理不？有无？即么看嘛，就是讲吼，坐无人机飞遐尼久，是啊，到底这机组员是安怎来洗手，安怎来洗面，安怎来洗头毛？因为这部分拢是咱穿衫保护袂到的所在，所以像即个对英国转来，伊是飞10几点钟，10几点钟内面，你个机组员无食物件，无可能。但是伫啥物所在食物件？第二点就是讲，其他人伫食物件的时阵，伊这接触这病毒，到底有办法去预防？病毒附着吧，这拢无这样知影，所以这个7天其实讲有够无，其实若真正要讲，有的时阵嘛是无啥够，所以即摆变成讲真正的管理要对外站来做处理，因为若讲对台湾出去其他国家搁转来，像讲日本就无问题，2点钟就转来啊，伊其实无啥物接触的机会，但是是外站的管制加拢无写，所以较麻烦。伫外站会拄着迄食物件的所在嘛，啉茶的所在。无人知影这外国人到底有病毒还是无，所以刚好这个所在写的是转来台湾，但是伫外站都要开始管制啊。那做袂好，这飞机公司必须要负责较好啦，啊无安尼写嘛无效，因为无一定都像讲刚研究员讲的，第10天开始发烧的时阵拢袂负啊，因为即摆按765、按766拢无发烧啊，按77嘛无啥物发烧啊，这拢是无症状带原者。安尼7天其实无啥够，所以柯文哲讲的嘛对，14天，但係你本地公司都免做啦。所以我是刚刚讲外站的管理要去明定，啊无安尼写其实无效。是外站管理要写愈较清楚，你伫啥物所在去食饭，食送饭来，伊甲食讲话，这种拢爱管理，啊无安尼。内面的台湾的问题拢真简单，是出去的问题则较复杂。有影吼，出去的这个外站的管理吼，尤其这个长途你飞纽约啊，飞美国这部分，美国咱讲吼1800多万人吼，这个确诊的这部分，外站的管理吼，有的这个讲啊，这个航空公司你都要派专车吼。送到吼，比如讲你订的这个旅馆啊，或者是讲恁过去吼有订的这个旅社啦吼，所以爱集中来管理啦吼。尤其咱讲送餐的这部分嘛是一个重点吼。你看你甲吼虽然吼专机啊专车来到你这个所在，但是你送餐的这个人员是到外口有记者的这个人啦吼。啊过去咱嘛看到讲真济，这个空服人员吼有影爱去拍照，外站的管理，佫有一寡咩咩角角的这部分，继续请护理师甲咱想看卖佫有啥物无？其实吼，即马因比咱搁较惊啦吼。其实我
顶迄个在这个疫情的进程吼，都对迄个加拿大飞转来吼，啊，因村啊吼，就是口罩啦吼，啊，迄个喙安嘛吼，啊，手套啦吼，啊，因给我戴一个面罩吼，我感觉因比咱较惊吼，而且因转来的时阵，搁惊转去因兜的有即个传染互因兜的人，所以因拢有一个因会家己甲。有一个因的家己的迄个管制的所在吼，但是就是上重要就是配合啦，嘿，惊因就是无做到遮，啊就走出去，这才是上危险的所在。是啦吼，真正甲配合甲好势啦吼，咱嘛看到讲，真正咱国人的这个吼习惯是观念有影好啦吼，咱讲即阵是出伫咧这个纽西兰籍的这个航空的这个机组人员啦吼，所以嘛才造成着吼迄个这个破口，但是咱看到这个病毒变异性这个部分，全球拢咧防啦吼，咱看到头拄也讲到。这个 Christmas 认定这个流动吼有影济啦吼，咱搁请教这个研究员吼，会惊吓讲这个哈 Christmas 了后，另外欧洲、美国还是讲西方国家遮，搁另外一波疫情无？哦，我即摆看起来吼是一定会啦，一定会。嘿，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啦吼，因为即摆因的 Christmas 对因来讲是最大的节日嘛，所以因的家庭的聚会啦，还是啥你其实无法度甲管理啦，无法度控制啦。是。但是啊，咱一寡留学生啊是。伊嘛是到时阵嘛，趁这时阵有时嘛要转来。啊，目前即摆来看开是，一定会传染的机会会变大，这是一定的啦。不管是不是旧的病毒，啊，即摆是新的病毒。是。当然新的病毒伊会检测力搁较悬嘛。啊，目前咱即摆会看嘛是，即使伊即摆拢吼有检验，咱有高规格去想咯。即使伊若是有检验者，会机会变大的时阵，那其实咱的海关咱这边。就是咱边境管制吼，就头咱头拄咧讲管理讲的讨论的这项部分吼，若有管理得好，其实咱就免惊呀啦。嘿，这是我的想法。是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咱最近这个吼较早上爱去的这个日本吼，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即阵讲爱啥1月底。吼，拢用着这个锁国的方式来避战吼，相信吼大家嘛真希望讲伊会当赶紧来开放吼，但是咱看到讲2021年这个奥运可能吼真正阁有烦恼伫的吼，啊韩国是安怎考虑14个较严格的这个社交距离，然后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咱讲过新年这个部分有诶物件拢已经取消掉，然后另外中国吼，还是讲这武汉遮吼，其实拢有阁传出着。本土的案例吼，另外咱看到中共北京市的这个吼书记吼，伊安怎？伊讲吼封锁着这个主体这个部分发现有人治病吼产生，所以这个北京直接宣布着紧急的这个状态啦吼。香港遮吼过去咱讲着这个5、6月时阵，因为迄当阵吼，这个认定无法度完全来去把关吼，所以因遮吼可能比这个中国的拖甲较尔严重啦吼。另外因即阵新的这措施啥？过去14天吼，捌停留过这个员工2点钟以上的人吼，来甲香港吼，等于是吼禁止吼在英国的旅客来去甲香港吼。法国即阵嘛是真严重吼，无排除第3波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封锁啦吼，其他这部分都是停止甲英国这个航班啊，所以咱看到这个法国这部分嘛是因为这个 Christmas 的这部分吼，疫情佫安尼撑起来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吼咱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部分是吼，大家拢看到讲哇，过去就是安尼认定的这流动吼，无甲这个吼围堵伫咧境外吼，大家嘛是惊啦吼，咱佫继续请教这个周主任啦吼，咱看到吼全球的疫情即。真严重哈，尤其这个日本过去这个防疫这个模范生，啥哪变甲安尼咧？即摆部分就是日本本身的本土案例嘛真侪啦吼，国外移入嘛真侪，因为咱嘛只2个机场尔哈，所以要对国外来台湾本身人数都无遐尼侪，是。但日本伫迄前天，伊全国3800外个是新诊断，有900个是本土案例，有2000多个是后来陆续发病，伊本身医疗无办法。照顾这样侪病人，因为这些病人若讲是阳性诊断，理论上病医是较好，因为可能发烧无办法食物件，无办法啉水，所以其实这个病毒感染无好的药啊，上主要就是讲咱叫做支持性疗法。OK， 但是讲日本即摆北海道已经拢被瘫痪了，然后一些相关的东京啊、大阪嘛拢无好来照顾这病人，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日本安尼做是对的，无其他的病人顾袂掉。韩国这个部分。较无办法了解，因为更严格的社交距离，都唔知影啥物叫做更严格，所以这个就是厘清哈。北京啊、香港、甲法国安尼做拢对，14天的时间，就会知影讲，这段时间得病人会发病，若讲真严重，这个时阵就继续隔离。
但是看起来有控制掉的，不一定都会使你开放隔离，所以先保守。然后后积极，我觉得这是正确做法。是啦吼，咱讲这个封城可能真正是这个上无上有效的这个做法吼，但是影响咱这个生活上深的这个部分啦吼。啊，所以个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英国这个变种的病毒吼，疫情嘛拖得真紧。啊，今仔日嘛有伫法院委员来关心讲，咱敢会甲这个日本共款啊，全面来甲这个外国人吼来禁止入境先做来看。英国变种病毒是来了真凶狂，亚洲嘛真谨慎咧面对。日本宣布2月到1月底禁止外国人入境。日本关心台湾防疫，敢是要跟咧升级？卫福部表示，国内还无发现变种的病毒，现措施未禁止英国的航班。内政部表示，英国的航班有减一半，有一间航空公司英国的航线已经停飞，为英国入境的旅客是一律送集中检疫所。英国回来的部分，第一个是航班已经是减半，哈，那另外2家航空公司其实有1家。已经是暂停这个航线，所有的入境旅客我们一律都是到集中检疫场所去，那满14天之后会进行采检。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变异性的发现。那第二个，当然我们目前是不会去进这个英国的航班，因为你进了他从别的地方进来，那更麻烦。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到全球，台湾驻外馆嘛传出未少确诊的个案。外交部证实，驻外馆的人员到2月为止，有21个人去围掉，19个人复原，1个重症。目前为止，有多少馆处曾经有确诊案例？那么现在总共有21个人，全世界驻外21个人确诊。有未少侨胞因为受到边境封锁的影响，2年来无法度回国。依户籍法的规定，出境超过2年，都会面临到入籍的问题。侨胞现在也不敢回来。但目前这个根据法律的规范呢，是很难有弹性的作为。侨委会表示，户籍法规定出境超过2年，户口就会从强制迁出。户籍法目前要随修法有困难，所以侨委会函请内政部会当研究相关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头拄讲到吼，这个日本人这部分吼，已经吼封锁因的这个境外这个部分吼，啊，敢若吼有几个国家商务人士会当入去啦吼，啊，有人安尼建议吼，咱就先搁请教护理师啦吼，若是真正台湾拢要禁止外国人，尤其这个全球疫情，咱讲第3波安尼搁冲起来，你感觉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吗？当然，为着咱的安全是真好的，但是我是一个妈妈吼，因为我是一个护理师，我嘛是一个妈妈。咱也知影，咱的囡仔是伫牢口，吼啊有伊有危险的时阵，咱当然希望伊会当回来。所以呢，我是感觉你啊要回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咱会当做一寡防护的措施。其实吼我的后生会做者同学对英国要回来的时阵，吼，应该哩吼，都准备较真好，吼，譬如讲因拢穿全新的迄个防护衣，吼，然后佮戴护目镜，然后所有的这个行程内底，因拢无啥物件，所以我感觉因嘛是真想要回来，但是咱真正拢完全禁止因回来。其实，在以我一个妈妈的角度来看，我会感觉是较悲哀的一个方式啦。OK 啦，但是咱嘛讲到吼，有真侪种做法会当吼围堵伫咧境外吼，这个病毒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有真侪这种措施伫咧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过去吼欧洲咧流行吼，这个 B16啦吼，B16 4G 啦吼，其实吼过去就是吼，咱讲欧洲即阵大流行的这个部分，变异性吼是甲即阵的这个 B17 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头拄这个研究员甲咱小可提点一下吼，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有人讲吼，过去咱讲这个鼻无也好食无也好，即阵是这个鼻有这个鱼的这个臭臭味，这到底有啥病毒吼，遐尔搞怪咧安尼？其实你若去看，即马咱目前所谓的 ACE2，其实另外讲伊是这个病毒其实有2种啦，2种接受体，一个 ACE2，一个叫 TMPRSS2，是，其实有2种普通是大家拢咧讲是 ACE2 较简单嘛，安尼较好了解。其實來講是應該看這2種誒接受體攏愛看啦。OK。目前即馬知影是講吼，咱會叫 TMPRSS2，這個接受體吼，在咱的所謂的嗅球神經這邊吼，它的分布狀況很多啦。也內底咱講密度。就接受體的密度吼，對咱在嗅球的神經才足多。是不是因為安尼吼？伊若感染的，若觸動到這個接受體了吼，伊會傳去個大腦。咱大腦有一個所謂的認知
去所谓的嗅觉那种是臭味啦，什么硫磺味，这物件吼，互咱大脑咧辨识时吼，会产生一个错觉出来。哦，嘿，即摆目前应该是安尼去看法啦。即摆我知影。是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吼，真正有真侪种吼变异性的这个部分，啊有真侪这种镜头啦吼。尤其咱讲有当时啊吼，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咱讲了解吼，也无遐尔真正深啦，尤其伊变来变去啦吼。最主要你是安尼看吗？目前看起迄片仔的嗅觉吼，甲一个叫做 GPCR receptor 有关系。所以变成说 TMPRSS2 本来就是病毒会去攻击的一个所在。OK。而且我刚刚讲病毒攻击 TMPRSS2 跟病毒攻击 ACE2 它的严重性无啥共款。所以即摆看起来，迄嗅觉这个部分是一个征兆，但即摆较麻烦就是讲，有可能片仔过敏就会啊，空气污染嘛会，鼻窦炎嘛会，所以即摆较麻烦就是讲。到底什么款的嗅觉丧失是跟病毒有关，什么是跟慢性过敏有关，基本上较麻烦。所以慢慢的这个味嗅觉丧失吼是一个镜头，但是不是100%拢跟病毒有关系。所以咱希望讲针对这味嗅觉丧失，未来会使有较侪证据吼，来互咱知影讲什么是跟病毒有关，什么是跟片仔长期无控制好有关联。因为台湾真侪人片仔拢皮无啦，鼻窦炎啦、息肉，都偌济咧，所以最近变天，大家开始皮无，都开始紧张啊。还有甲伊讲，台湾即摆指标案例无济啦，唔免紧张啦，那有拢互咱抓起来啊。所以别人都开始了解，但是未来这一定是一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变异性这部分有当时啊免了解啦吼，台湾是真正过敏啦较济啦吼。OK， 好，咱要继续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咱台湾这个防疫这措施啦吼，就是咱讲吼，也未有疫苗进前啦吼，预防车进前，咱所有的这个措施都是爱来吼抢这个时间啦吼，尤其咱讲吼过年要到啦吼，2020年要过新的这个一年有真正。这个措施伫咧吼，尤其咱先来看讲吼，各县市的这个跨年的这个活动啦吼，有人讲吼，这个桃园市上尾也伫这30时间吼，这个要来公布啦吼，啊，咱看吼，有的吼县市拢初步决定要继续来去办啦吼，但是会配合着中央流行指挥中心的这个防疫措施也好啦，调整活动的这个内容啦吼，啊，一定要挂嘴严啦吼，禁止食食，啊，另外吼人数的这个管制，并且要有这个10人制，但是咱过去嘛有讨论到过啦吼，这个过年因为真正吼较歹控制啦吼，咱讲其实有当时啊吼，伫咧遐尼大的这个空间，遮尼长的这个时间拢带斗阵吼，伫遐斗阵伫咧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跨年的活动，特别该注意啥物无？其实我感觉这跨年吼，如果讲咱即摆病例也有较济时阵，其实应该爱停还是爱停吼啊，但是我感觉喙安这个代志一定爱做到。是。即摆我有当下伫遐路练吼，听下莫讲伫遐路哩啦吼，有当时啊去百货公司买菜的时阵，足侪人无爱抓喙暗的，嘿，啊无就是喙暗吼，敢若甲喙盖起来，无边仔无盖起来，我感觉这是足危险的。啊，而且吼，我感觉这个食食这是足严重的吼，因为我看到足侪牙齿啊，吼，啊人足侪，啊伊踮坐踮遐食，啊边的人踮行来行去，佮开讲，其实我感觉这是较危险的所在。是，嘿，所以我感觉这一定爱做好到的，喙暗照好，爱洗手，而且吼，这个食食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有影吼，这个尤其咱讲跨年活动吼，是上大的，也是上大阵的这个人定的这个流动啦吼。所以另外咱们看到讲吼，啊关于这个病毒的部分，咱嘛有整理到一个吼，中华邮政吼，目前讲这个国外吼。送入来这个邮件，也是吼，这个包啊啦吼，拢会爱经过什么清洁甲消毒啦吼。但是头拄仔咱嘛有讨论过吼，即阵疫情已经吼差不多一冬，为什么即阵才要做？咱阁申请到这个研究员吼，咱讲到这个部分，敢未伤过头慢啊？未啦，应该是安尼讲。听伊的讲法就是讲，伊其实拢持续咧做啦。吼，不管即马病毒是毋是有变异啦，吼，啊，目前看起来。因为即摆足侪研究也毋是足清楚讲吼，真啊病毒若变形就是吼，先咱附着咱的一个物体内底吼，会得偌久啦，一个有伊的活性伫的啦。是。因为即摆方面是咱应该讲是拢也毋知影，所以上好的方法就是持续爱做即个措施啦。那伊若这措施若过咧做，咱就去做。所以恁即摆嘛使了解，因为拢咧做。旧的病毒啊，即马看起来，咱无经过所谓的物体啊来感染咱人嘛，目前无这案例嘛。啊，若持续安尼做，我是想讲吼，新的病毒也是无法度，会个
经由所谓物体啊，这个传染互咱嘛。是，所以这种案例可能真正少啦。目前有啦，咱其实咱来讲哦，咱讲过去迄个鱼啊，什么啊，伫咧点头顶啊，北京拢安尼讲。有啦，但是我是，那是因为哦，要怎讲？因就是这个卫生习惯其实有问题啦。你若你买菜啦，买鱼啊，因咧咱的鱼贩啊啥，对因来讲，伊其实拢无一定有带手套啊，啊伊无一定有带喙红啊。伊即摆安尼咧切时阵，啊来咧放咧，伊的鱼点啦，啥物拢其实拢会沾到。啊，即摆目前的研究就是讲，上少咧常温，咱即摆常温就是讲25度左右的这环境内底，病毒会使存留。所谓的4小时到24小时拢有人咧报告。啊，那这情形下当然嘛有机会，吼，经由你的手，啊手碰到了，啊，佮无倒去摸你的喙啦，你的目睭啦，啥啊，就感染到。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个部分吼，有真侪种这个方式啦吼，有的是真正是卫生习惯较歹啦吼。啊，另外咱嘛佫讲到吼，台湾这个本土案例吼，啊买手照遮侪这个讨论吼，就是讲跨年这个活动到底要办啊不办，啊佫有这个吼，针对这个英国这个变异性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到啊，过去拢有咧排队领这个钱母的这个活动吼，可能嘛要划停啦吼。啊嘛讲吼，过去咱讲吼，12月3日无要开放到这民众的这个排队。1月初吼，才要吼来开放吼，啊排队这民众嘛爱挂这个喙罨吼，啊扭开这个吼距离啦吼，所以真侪种措施就是要防到吼过去这个部分吼。咱讲一个这个本土案例，互大家有警觉性啦吼。但是这个本土案例的这出现，有当时啊该办就爱办，啊无爱办就莫办啦吼。就主任你是安尼看吗？我感觉迄跨年活动吼，即摆较麻烦就是讲。无一定是病毒啦，可能是感冒啦，感冒发烧啦，细胞肺浸润。即摆看完就是讲，因为迄基金无迄快筛，变成讲有镜头，变成讲爱做检体去做 PCR，迄可能24点钟，所以变成讲这跨年活动，今年个上好是上冷的一段时间，所以感冒的人会真侪，啊边仔过敏人真侪，所以希望讲吼，大家除非讲吼。非常健康哦，啊无看电视安尼较清楚、较明显啦。啊，无一定爱去找无迄感冒真麻烦，会互咱关伫急诊哦。因为即摆大家毋知影是迄阳性，而且现在指挥中心吼鼓励医院吼多做这个检验，因为袂使你讲一个本土案例啊。所以这跨年活动哦，上好大家除非讲吼。袂感冒，啊无上好是莫去较好啦，大家自我约束哈。是。啊，迄包裹的这部分，我感觉是真重要，因为迄鱼啊，伫迄。大陆嘛，天津嘛，嘛是一个阳性嘛，所以其实我刚刚好病毒报告24点钟嘛，有人讲7天，有人讲较久，因为迄保存环境不一样，所以希望讲不是中华邮政尔 UPS 哦，还有一些什么从大陆寄过来的，迄拢爱做处理，是，就算讲你已经接到这包裹。内面的物件其实无消毒掉，上好要拍开的时阵吼，手吼莫摸的所在莫摸，摸了以后紧来处理一下，紧来搁去洗手。因为唔知影你包的时阵有人伫遐扫，还是讲啥迄鼻涕啊这，所以是感觉讲吼，这包裹真危险，所以变成讲昨对英国转来迄个班机，伊的行李安怎消毒？有些阳性案例之后，到底咱即摆机场是安怎消毒的？上好是指挥中心让咱了解一下，是，啊无迄病毒。飞十几点钟，绝对要伫面顶啦。迄个阳性的案例，迄摸到的所在，唔知即马怎处理？迄是病毒量的问题。有的时阵病毒量济吼，啊飞遮尔久也阁是伫遐，这就真歹讲啊。有影啦吼，所以这周主任们提供真济这个方向哈。咱阁讲当然吼，其实咱头拄讲到，这日本爱甲这个明年这个1月底，才会当吼完全来开放哈。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病毒量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惊人。啊，日本即阵头拄嘛讲到是医疗帮办吼，啊，身为咱讲。第一线的这个医疗人员吼，这个跨年活动要到啊，头拄啊，咱嘛讲到吼，尽量莫去啦吼，会当看电视的看电视啦吼。这护理师有啥物互咱建议无安尼？其实我感觉吼，有一寡迄个生活的习惯吼，咱已经爱做甲到吼，像即个咱去便所吼，一定要甲水暗，我是讲便所哦，咱是迄个公共的厕所，一定要甲水暗罩好，因为我感觉有。足侪人吼，今仔便所这喙暗拢无脏，啊！其实你冲马桶的时阵，迄细菌病毒是会飞，而且这迄个顶下大陆因做的研究，迄个男生的小便斗吼，其实是足够散播迄病毒的，所以你去甲便所一定爱甲喙暗戴好，而且吼出来了一定要用扫帚甲手洗好清洁，啊甲手拭好干，你若无拭好干，其实搁较
惊人有特这迄个细菌病毒在顶头。今麦卖用烘手机。我感觉今麦还是很多人习惯用迄个烘手机。因为较省水啊。其实较环保，较环保，但是你其实你会当家己带一个手帕是你家己用的，吼啊，当然有迄个擦手指是较好，但是吼你安尼手放的时阵，伊会找迄个病毒甲你的手，而且伊会规个迄个厕所内底拢会。足够散播的，对，是，所以真侪种这个部分拢爱去注意哈，尤其这个病毒吼，真正是无人人的啦吼，所以要传导得到，所以公共卫生咱过去咧讲吼，真正做到够吼。啊，咱嘛讲吼，今仔日吼上重要就是爱管理着这个技术机组人员吼，虽然因真正辛苦啦吼，但是有一寡加强的这个措施，咱嘛是爱加减来做啦吼。头拄咱嘛讲着吼，这个中英航空这个外国籍的这个医师啦吼，为着病啊，对这个接触者吼要查佫无老实啦吼，所以咱讲吼，逼着顶礼拜这个本土案例一例啦吼。啊，咱看到讲吼，其实交通部伫咱咧反应啊，还是讲吼有这个声音的时阵，才吼慢动作啦吼，3至5天即阵改到7天吼。啊，所以伫咧入境这个检疫部分，佫有啥物注意无？咱先做来看。航空机组人员检疫加严方向确定，检疫期由长到7天，互航空业者救护连天。因为派飞有难度，交通部证实，民航局提出的航空业强化版防疫计划，因为考虑防疫甲产业需求，若是航空业者针对机组人员，应提供集中检疫空间。7天检疫期内无进入社区，也是派飞。啊，不过等下台湾了后，爱继续检疫，8到14天也免到人较侪所在。居家检疫如果要派飞，要集中在这个他们提供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啦，就航空提供的一个地方哈。换句话说，它事实上都没有外出的了哈。机组人也非常的欠缺了哈。这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把它的时间弄都不能派飞，它一下子那个就周转不过来。交通部强调，全世界对机组人员拢是例外管理，台湾已经是较严格。啊，不过因为进前出现机组人员自律出问题，所以才会较严格。面对特别到位的农历春节，有2位这期桃园机场会出现真侪回国人。虽然目前交通部估算，今年等下台湾的人差不多只有过去的1/10，啊，不过逐天也是5、6千人规模。目前防疫车队的量能，逐天仅能载2537人次，根本是无够。量会比去年和前年差很多了哈，当然是差很多，这就1/10，我们觉得在1/10，就是你1/10就不得了，1/10每天平均入境的人数啊，就有6000人以上。交通部表示，桃园机场公司会提供春节期间的入境有报人数，会看旅客人数了后来协调业者做防疫车队的调度，同时也检视防疫旅馆的量能是不是充足。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吼，即阵即个机场的即个部分吼，机师的即个部分吼，头拄咱看到是交通部的角度啦吼，真正帮即个航空公司按算甲真好吼，但是咱讲吼，真正袂当安尼想啦吼，互你处理敢安尼看咧？真正是安尼啦吼，但是我感觉这就是吼，虽然伊是讲伊这无办法派飞，这是足严重的代志，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迄个。纽西兰的机师，伊无遵守咱的规定。其实你也按照规定来讲，我想这已经都是一个真好的防疫的方法啦。有影啦吼。另外，咱嘛就讲到吼，这个航空公司这部分，头拄咱嘛讲到吼，补破网即阵爱补起来吼，但是咱头拄有讲到，春节是上大吼。尤其咱台湾吼，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部分，所有人拢要入来这个全世界上安全的这个所在吼。但是咱迄当阵嘛来讲吼，这个上安全的所在也无这个预防车啦吼。过去咱嘛有问这个研究员讲，这个12月底啊吼，这个咱的进度伫倒位，也是讲国外啦吼，国外这部分预防车，但是拢是讲吼，可能这个拜3伊才来公布，但是咱国内这个部分咧，我是讲国内啦吼，国内就是根据我即马上新的了解是。本来我正头2礼拜、3礼拜前我捌讲过吼，即马大家部分的收案，临床生第1期的拢收案咯，因拢超过50个到60个人的左右，其实拢做了啊，啊，即马是咧做分析，或咧分析讲内底伊收案了，在实验室的分析的结果安怎？啊，即马目前我侧面了解是讲吼，有一寡所谓的结果吼不尽理想哦。啊，即马不尽理想是不是一派
的方式有啥物问题？OK， 啊是伊即马制作有啥物问题，即马搁咧厘清啦。所以我即马最近听到就是安尼啊，我莫讲多一间啦。OK， 知影就是讲，伊即马讲所谓的抗体力价，咱讲抗体力价就是讲，伊有效会使甲病毒给综合给抑制落来，咱叫做综合性抗体嘛。OK， 啊，即马的例假来讲吼，甲目前国际上的标准哦，有淡薄仔差距啦。啊，大部咱即马咱的所谓的 CDE 吼，就是药品查验中心吼，伊有规定一个所谓的受理啦。啊，若这受理伊悬较悬了，就表示讲伊通过。OK， 较低就是表示伊无通过。啊，即马伊的受理就比伊即马的标准较低淡薄。所以即马是到底要通过要做第二期啊无？所以即马大家搁咧讨论。是，即我了解是。这是国内这个部分哦。啊，国外的部分即马我想大家拢知影。伊即摆所谓伊的所谓的抗体力价啦、保护性什么，拢知影拢真好啊。即摆目前是即摆大家咧讨论的是讲啊，对新的突变的病毒，变异性的病毒敢有效？嘿，因讲6礼拜会当修改这个咱讲预防针的部分，敢无？会使，但是即摆你若要修改了吼，但是代表是你个你的制程佫开始无共啊。大部分咧佫定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所以这个时间会佫拖长啦。啊，但是我即摆知影莫丹奈即摆伊想讲吼，在实验室去测所谓英国伊咧突变种 B117来讲，伊讲也是够有效啦。伊跑落去人的抗体、血清内底的抗体去测看会使综合 B117的病毒啊。目前伊是讲会使啦。是。所以若安尼照起来看吼，目前伊的疫苗效力是够有啦。国外啦吼。是。啊，国内就是我头拄讲的，所以即马咱就希望。加把劲啦，看因看法度会使改进啦，小看啥物方法无？是，国内这个数字是讲这个标准较低一丝啊啦吼，啊，但是咱嘛毋忘咱的这个骹步会当有啦吼，咱进步一定是有的吼。啊，国外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头拄讲到爱拄到这个变异性的部分，啊，虽然这个 BioNTech 啦吼，因是讲6礼拜就当修改掉吼，针对着这个变异性的这个部分，啊，但是中是讲吼，咱即阵要买预防针，拜三才会当完全来去说明，去讲啦吼，就主任你安看咧？即摆部分看起来都是讲疫苗有伊个重要的所在啦吼，但即摆台湾要摕到嘛，爱明年5月、6月迄个时阵，可能3月份会先摕到。但即摆问题就是冷链运送的问题，因为咱即摆加入 COVAX， 所以冷链运送吼，真侪国家无办法拍，因为迄无办法运送，所以台湾若摕到，咱的问题就是讲。是不是有办法100%互伊控制伫迄零下70度啦？啊，无迄疫苗注射无效，煞副作用煞愈大，所以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其实迄病毒一直在变异。咱即摆拄到的这英国迄只是其中一支啦，所以是不是一直去修改迄个 S 蛋白都无人知影，所以变成讲。辉瑞嘛是讲伊要推出2.0版的疫苗，BNT 也要，这边没完没了。所以刚刚这疫苗部分好像嘛不是向你安全，所以上好的就是讲咱。大家做家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啦，所以鼻仔照顾好，脑照顾好，啊口罩啊洗手这较重要。啊，其实咱刚刚讲哦，即摆台湾人过敏伤济，所以拢对喙喘气，所以鼻仔无照顾好的都时阵吼，迄病毒拢直接走到迄咱下呼吸道，咱若有即个所在鼻仔会使保护嘛，有喙烂伊会使杀菌会使消毒，但是若讲对喙喘气直接输入去，即个时阵吼，迄病毒拢。无办法治疗，所以一开始武汉肺炎，咱就注意到讲吼，老男人甲抽烟的男人迄上歹，你即款病人平衡拢无好，所以感觉讲吼，疫苗要入来进前吼，大家拢先做好家己的自我健康管理。若讲到过敏、到胸闷、胸痛，即马紧来去找胸腔科医师找原因。若要治疗，较早治疗，互脑莫打气，互气管莫打气。啊，无即马的病毒每年变成啥物唔知，但是被叫做 COVID-19， 叫 COVID-20。所以就讲即摆疫苗吼，我看可能到上后会甲流感一样，3个月到6个月都无效啊。所以变成讲都在比讲吼，食较有办法吼，莫较健康呢尔。哦，有影嘞吼，所以这个主任嘛讲着吼。啊，莫用这个喙来喘气吼，用鼻啊吼，因为咱讲吼，这个内底有迄华语讲黏膜也好啦吼，顶这部分有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啦吼。啊，真正若是吼啊，最近若是过敏啊啥，就是爱去看医生。喙口喙焦都爱啊。好，喙口喙焦火气大。哎，我考虑买去吼。喙口喙焦，因为表示讲无喙烂。
无喙烂，迄就无免疫球蛋白，无免疫球蛋白，这时阵病毒伊的时间底下时间就较久，伊破坏甲迄复制的时间就会愈紧。所以我感觉讲吼，这疫苗无遐尼紧，但是先做好迄器官的保养，即马要做较简单，莫等到迄阳性案例愈来愈侪，到时阵来做拢伤慢啦。是，你嘛唔敢来病院啊，对不对？即马来做好，有影吼，尤其咱讲吼，这个咱讲31吼，这个12月31迄天是可能上寒的这个部分吼，这个天气寒，气管爱保养好啦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护理师啦吼，所以咱规个这个保护的措施，你拢安怎吼，家己自我保护咧？第一点吼，爱洗手吼，摆大喙安。上重要吼，阮常常甲阮兜的囡仔讲，以前细汉的时阵吼，知动作袂当做，莫揉目睭，莫揉鼻啊，莫用手去碰你的嘴巴，这是上重要的。吼，当然你若有病，你爱先去治疗。像阮的囡仔本来是过敏，吼，第下这疫情的开始了后吼，阮就是逐工互伊食药固定的，伊即马过敏就无即个问题，吼。当然然后去人济所在，我感觉上痛苦的一点就是，像啊看人的喙安拢无照好。无照好，对，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吼，所以你这样一定要照好。而且你家己无爽快的时阵，千万唔好去人济所在，咱爱保护家己，嘛爱保护别人。有影啦吼，真正这个公共卫生咱过去拢一直咧提倡啦吼。即阵咱嘛讲到头拄啊，虽然吼咱收到这个消息可能较无遐尔好，伫咧标准之下啦吼，但是这个改进的空间，咱就这个周研究员佫有伫倒位无？其实吼，伊即摆来讲吼。咱若要甲伊的抗体吼要提悬吼，另外咱大部分咧做疫苗内底有另外一名叫做佐剂啦。我知影即摆佐剂吼佐剂，佐剂呢目前呢咱即摆用的是大部分叫铝元啦，有的人叫另外一种的就叫做叫做 CPG 啦。我就两种铝元啦。是。上好的方法即摆吼，我都做嘅就是，你若要紧，就甲咱的铝元，也是迄一寡 CPG 做改进。怎个什么叫做改进？你莫用铝元，你若用 CPG， 伊的比例爱改。因为即摆咱知影 CPG 吼，就是会促进咱的抗体反应吼，就是咱所谓的 TH 细胞，伊的所谓刺激者啦。是。即摆大部分你若咧配合是铝元甲 CPG 的混在一起时阵吼，有一个比例。咱有法度做，我即摆是建议啦，其实应该甲伊的佐剂吼 ，CPG 成分吼提悬。这是一个方法。第二方莫用这两种的。莫用这两种。因为这样目前在在临床上的使用哦，被核准在人体使用的佐剂上就3种。好，包括什么 ASO3呐，好或者是刚讲 CPG， 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什么那个 ADDVAX， ADA， 这是俗称叫 NF59 啦。其实真的去搭配哦，这去研究看卖啊，吼。看是法都提悬咱免疫反应的话吼，其实会使做所谓的2.0版，2.0，这是我建议啦。对这些咱的疫苗公司是啦吼，所以咱唔茫讲这个2.0真正吼，会当吼透过这个部分，咱搁去甲用一次啊吼。咱头拄啊吼，这个周主任吼，其实互咱真好的这个建议吼，气管无好的吼，真正先去看这个胸腔内科啦吼。其实咱看到即阵这个人吼，还是去看病人数有增加无？即摆其实拄好嘛伫变天嘛，即摆无看病院，要来病院看医生，但是下骨串起来，扫到挡袂掉，所以先看较安全啦。但是安尼嘛好，因为要变天啊，若讲鼻仔先照顾好，脑先照顾好，即个镜头拢会使较改善。而且疫苗伊的目的吼，就是要互你的免疫较好嘛。但即摆咱感觉有一个年岁较大的人。有慢性疾病的人，若无控制好的时阵，因为白血球内面的那 T 淋巴球、B 淋巴球、自然烧灼细胞、宿毒细胞，迄数字都不如预期。这注疫苗无好，所以刚刚讲好，疫苗透过佐剂可以提升免疫力，但是重点就是说，你要有迄个正常的 T 细胞、B 细胞，我们叫做免疫的一个标记。所以今麦刚刚讲好，你会愈大，愈爱甲医生好讨论。安怎会使为 B 细胞、T 细胞跟宿毒细胞能够正常，不过资料嘛无好，所以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吼，
即摆去看先较安全啦。啊无明年吼，那真正愈来愈济，真正愈来愈去啦，嘿。有影吼，所以你除了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以外吼，啊，即阵吼，若是真正有各样的，先去看医生。啊，因为咱讲吼，咧等预防射这个期间吼，真正你嘛是爱有一寡健康的身体，互你去存底啦吼。就是讲你这个细胞才会当吼，互你去运用来去接毒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部分真正大家拢按算好势啦吼。所以咱讲吼，咱即阵已经全球8000多万这个部分，那么望讲吼，这个伫咧预防射，这个英国、美国也是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做落去，那么望伊有效果，但是咱台湾伫咧这波也无吼。虽然他都也听这个消息无较好，但是咱讲吼，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遮吼有真侪种牛人吼，会当过去进行咱讲研究的这个部分吼，来去一寡这个预防射，咱台湾国内这个部分家己去产生吼。但是佫一概强调，亲像周主任讲的吼，咱家己都爱防卫防备精测啦吼，就是讲做好势卫生习惯养成好势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拢分享到真侪种无共款的这个模式吼，尤其咱讲炖煮姐伫遮喙炎一定要挂好势尤其伫咧便所间查甫人更加爱去注意啦吼。伫咧便所的时阵营养穿起来。啊，周主任头讲的，这个喙焦、喙苦，佫有啥物？胸口无爽快，胸口无爽快更加打扫嘛要注意哦，打扫嘛要注意啦吼，所以尤其咱讲天气的变化这个时阵所以非常感谢3位来宾，感谢乡亲好朋友观，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